为昨下晡4点起，为菲律宾返来到台湾袂当炸猪肉的产品，因为非洲猪瘟疫情继续拖，菲律宾已经互人证实是亚洲第8个非洲猪瘟疫情的国家。为昨下晡4点起，为菲律宾返来到台湾是袂当炸非洲猪瘟这猪肉的产品，若是查到上少罚20万。另外，外国人若是入来到台湾，因为违规罚20万，无法度当场入清，安尼就袂当入来到咱台湾。 赶紧下手讲毋是，就惊要对菲律宾炸猪肉的产品回来，恐惊要面对20万的罚金。根据外媒的报道，菲律宾发生了非洲猪瘟，所以我们防检局在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，针对菲律宾来的旅客，如果有带猪肉的制品， 就裁罚的标准会从原来的3万块钱，提升到20万。菲律宾当地发生非洲的猪瘟，是亚洲按中国、美国、越南、北韩、辽国以后第8个发生非洲猪瘟的国家。台湾对8月19号起，将菲律宾排入去高风险的地区。如今这非洲猪瘟得到证实，毋但罚款对3万提高到20万，机场的防疫更加是提高境界。 汶莱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韩国以及泰国，秉持超前部署的一个精神。目前要来往亚洲各地区的班机，拢已经提前来检查旅客行李，要来防止疫情。若违规来炸猪肉类的产品入来台湾，会来重罚，则袂互所有防疫辛劳白了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